晚上好，歡迎收睇緊直播嘅新聞1+1。啱啱過咗呢個假期，你係點過嘅？係屋企 hea 定係出去玩嘅？關於今次假期嘅文旅市場，呢2日公布咗一系列數字，我哋睇睇2組比較重要嘅數據。一個係近3年5一假期，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今年就達到咗15.17億人次。另外一個係近3年5一假期，國內旅遊出遊人次，雖然具體數據仲未最終公布，但係根據預測將會達到3.2億人次。咁根據以上3年嘅觀察，我哋可以睇到咧，呢幾年嘅文旅市場可以話增量已經成為常態。咁點樣可以確保嘅增量，同時又可以提升質素呢？點樣可以令消費者、旅遊人士喺出門玩嘅過程中玩得放心、安心同埋舒心？今日我哋一齊嚟關注呢啲話題。五一假期啱啱先至正式結束，隨住各種數據陸續出爐，社會各界嘅輿論都喺度密切觀察緊今年五一假期有咩新趨勢同埋新特點。其實今年呢個五一假期有一部分喺地區加埋春假之後，假期由5日變咗做8日。假期擴容都進一步帶動咗廣大遊客出遊意願嘅顯著增長，跨省中長途、省內中短途，仲有近郊短途遊，都令自駕遊嘅熱度一路上升。我哋係自駕過嚟嘅，就係一家4口嘅體驗下漁民生活，海鮮價錢都幾親民。同時加埋3日春假，都令親子遊同研學遊特別受歡迎。喺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就搞嘅甲骨文同勞動教育融合活動，仲推出嘅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體驗活動，用沉浸式互動等方式，等遊客可以親身感受漢字嘅魅力。係將甲骨文與勞動教育巧妙咁結合，走入人民日常生活，等大家真切咁感受到文字之美、勞動之美。喺今年嘅五一假期，唔少人都選擇去參加或者觀看體育賽事，以此嚟享受假日時光。喺甘肅省內多個地方都舉辦咗體育賽事同健身活動。喺甘肅酒泉金塔沙漠胡楊林景區，全程8公里嘅健康跑活動，仲有喺平涼市崆峒區舉行，全長大約21公里嘅半程馬拉松比賽，都吸引咗好多愛好者參加。我係第一次參加胡楊林呢個跑步活動啦，活動氣氛特別好，然後喺花園入面一邊嘅風景一邊跑，心情都好啲，跑得都開心啲。我都係第一次喺平涼崆峒參加半程馬拉松，我覺得呢邊啲賽道氣氛真係好好，觀眾都幾熱情，最重要係我覺得呢度嘅美食都真係唔錯。賽事帶動咗文旅人流，唔少寶藏小城持續爆紅。今年五一假期期間，浙江湖州市吳興區通過舉辦首屆吳一杯節超聯賽以及 WTA 125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等體育賽事，打造出咗一個複合型嘅文旅消費目的地。對省外觀眾嚟講咧，提升好大。咁如長三角地區咧，今年咧佔比咧超70%，其餘咧係為省外城市咧扶持作用咧係更加顯著嘅。呢個假期入境旅遊都一樣嘅火爆，有調查顯示，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依然係外國遊客嘅首選目的地。數據顯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國邊檢機關一共保障咗1127萬9千人次中外人員出入境，日均225萬6千人次，比舊年五一假期增長咗3.5%。其中外國人入出境接近125萬5千人次，比舊年同期增長咗12.5%。隨住政策同服務升級，外國遊客喺中國旅遊同購物越嚟越順暢，同時都有越嚟越多外國遊客開始向細城市深度遊延伸。真係好方便啊！新嘅退稅政策真係太方便啦！我可以更加自由，佢哋去邊度玩、去邊度買、去邊度退稅，成個流程都靈活咗好多。旅遊帶動嘅唔淨止係景點人氣，仲有消費增長同升級。國家稅務總局嘅增值稅發票數據顯示，五一假期全國旅遊消費市場好活躍，旅遊遊覽同娛樂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21.2%。其中，旅行社服務同休閒觀光活動嘅銷售收入分別同比增長23.8%同26.2%。
另外，唔少地方推出咗特色餐飲活動，帶動餐飲銷售收入同比增長31.4%。假期過後咧，沉澱落嚟嘅唔少數據都顯示住過去五一假期文旅市場嘅熱度。我哋可以從呢啲數據入邊觀察到啲咩共通嘅現象啦？我哋而家連線中國旅遊研究院嘅戴斌院長。戴院長，首先你自己觀察過去五一假期系列數據入邊，你最關注嘅係邊一方面？我有3個非常之明顯嘅感受，喺過去呢5日嘅時間入邊，我哋文旅融合之中嘅文化自信更加明顯嘅，甚至帶有一種以前佢嘅鬆弛感。就好似我哋去咗傳統文化當中，雲南德宏盈江縣嘅木魯頌歌翻唱嘅兩詞，佢就代表住呢個民族嘅民間文藝得到嘅異國他鄉同埋海內外遊客一齊關注同參與。我哋都見到喺景區景點之間，嵩山喺爬到半山腰嘅時候，特登打咗一個好得意嘅標語，話你係咪覺得佢啦嘛？哈哈哈！佢咁樣嘅情況下，遊客都完全冇覺得被冒犯，亦都唔會覺得自己俾揶揄嘅。主客之間嗰種平等同埋包容感真係好明顯啊！仲有啊，我哋仲有好多遊客會去參加我哋嘅紅色旅遊，但係大家都好自然咁接受咗我哋紅色文化嘅傳承基因。第二樣嘢，我覺得我關注嘅就係我哋科技賦能變得更加有場景化。喺假期期間，無論係去深圳嘅機械人跟住警察去巡邏，定係去華強北買電子產品，又或者我哋喺北京大興去咗機械人半馬比賽等等，特別係有66% 嘅遊客係自駕出遊。呢部分遊客喺出遊過程中都離唔開我哋嘅北斗導航，都絕對離唔開我哋嘅電子同數據化對我哋嘅強大支撐。更加唔需要多講嘅係喺杭州等地方，可以好快啲將我哋嘅物流無縫連接到酒店同交通場所。科技唔再係空泛概念，而係一種實實在在嘅生活方式。第三，我更加關注嘅係公共服務變得更加人性化，好似錦州市政府唔單止開咗大醫院，仲主動走出去夜市嗰度咧，有人出嚟招呼啦，話我哋大院開咗咧，你可以喺免費泊車，可以用洗手間等等。呢一系列公共服務俾咗我哋一種感覺，呢個假期好有可能成為我國旅遊發展史上一個標誌性嘅假期，即係話文化自信、科技應用同政府公共服務都去到前所未有嘅高度。呢啲就係你觀察到同總結出嚟嘅一啲特點。我哋再睇下今年嘅春假同五一其實係連埋一齊嘅，所以令到五一假期嘅時間變長嘅。如果假期時間變長，會為市場帶嚟咩變化呢？另外，如果要適應呢種拉長啲嘅假期，仲需要補充啲咩嘢呢？我覺得假期變長之後呢，大家時間安排更加自由啦。以前呢，只能夠集中喺5日出遊，而家呢，係有咗春假，中小學生放假之後呢，大人呢都能夠彈性請假。其實我可以佢嘅時間可能有8日甚至9日，所以彈性大啲之後呢，遊客嘅舒適感呢會再提升。如果大家都喺高峰期出行呢，我就可以避開熱門地區嘅第二個時間再去，成個時間市場都會變得更加有序嘅運行。第二點呢，就係可以進一步擴大我哋旅遊消費嘅容量。喺呢個假期入邊呢，好明顯親子遊、研學遊呢，喺新型旅遊消費需求呢都得到嘅好有效嘅滿足。當然春秋假放假之後呢，都帶嚟咗佢新挑戰俾我哋。例如從制度上嚟講呢，中小學生放假嘅家長可唔可以都請假一齊出去玩呢？唔一定非要喺7、8月嗰陣先集中放假啦。我可唔可以將我哋年假同我個仔女一齊喺春秋假一齊放呢？呢個就係制度安排上邊嘅一個挑戰。第二樣嘢呢，我哋有好多節假日呢，無論係公共服務定係市場秩序，都係集中火力喺春假嗰5日。但突然發現，咦？前面仲有3日，後面又有3、4日時間，我哋可唔可以將我哋嘅資源同精力覆蓋到前後延伸嘅呢啲短時間段呢？呢個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挑戰。
當然，對好多地方嚟講，點樣應對親子研學呢？新型嘅旅遊市場消費需求都需要新產品同新業態去滿足。你覺得過去呢個假期嘅賽事同演出對當地旅遊嚟講融合效果點樣？另外呢，好似呢啲融合又好，疊加又好，對於嘅中小城市嚟講，提供咗一種咩機遇呢？我覺得可以好快啲令中小城市，特別係喺賽事啊、音樂會啊、音樂節嘅舉辦地咧，可以迅速提升佢嘅知名度。好多時我哋可能都唔知有呢一個地方咧，佢而家因為我哋嘅賽事文旅融合項目嘅節慶活動咧，令到大量遊客可以喺好短時間內集中喺到訪，呢個係好事，可以帶動當地消費，亦都可以擴大我哋嘅知名度。但另一方面嚟講，佢短時間內咁多遊客嚟到一個縣、一啲中小城市，甚至一個縣城呢，我哋嘅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又點樣呢？商業配套環境又準備好未呢？好似平時有個人咁話好耐咁見，突然見面都特別開心。但係日子長咗2日、3日、5日，慢慢咁短板就會浮現出嚟。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啲城市可以透過賽事、音樂會去改善。可以提升城市知名度之餘，都要加快補齊我嘅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同商業時代環境嘅短板。咁你覺得啱啱我哋講到嘅中小型嘅城市，甚至包括咗縣級城市，佢哋接待國內旅客，無論係音樂節定嘅賽事咧，都需要補足邊一啲方面？咁如果同樣呢啲地方要接待外國嘅遊客嘅時候，佢哋仲需要再補多啲咩嘢呢？呢個可能對中小城市同現有中心城鎮嚟講咧，挑戰就更大嘅。首先，我哋嘅接待語言環境，我講嘅唔淨止係語言環境，仲包括我哋嘅解說環境、導師系統，可唔可以有或者出現到國際通用語言？第二，去到中小城市解決住宿問題就會好頭痕，可能喺高星級酒店、連鎖酒店都冇得咁細間旅館或者我哋嘅民宿。雖然法律上嘅話唔可以住，但事實上我哋面對住嘅困難，好似識外語嘅人少啦，又唔知點樣認護照啦，仲有喺其他方面嘅擔心，可能會令到外國人被拒之門外。所以呢啲問題都要我哋去解決。仲有就係支付同埋我哋嘅信息化方面呢，都要補齊短板。好多謝戴院長。對於中小城市咧，特別係縣級城市嚟講，要補齊呢啲短板，急都急唔嚟，但又等唔到。其實每一個假期咧，對文旅市場嚟講，都係一次大大小小唔同嘅考試。考嘅唔止係溫度，仲有熱度，唔止係提供咩產品，仲考你提供咩服務。跟住落嚟，我哋繼續關注，我哋仲有咩可以繼續補足嘅地方。無論係為咗一場演出、一場賽事去到一個城市，定係遊客日益增加咗沉浸式文旅需求，呢種源自深度體驗嘅情緒價值獲得感，正重構緊假日旅遊嘅評價體系，同時對旅遊目的地嘅綜合服務能力提出咗新嘅考驗。就喺今次5一假期前夕，國務院對外公布咗關於推進服務業擴能提質嘅意見。當中提出要創新文旅體服務模式，完善景區公共設施，活化現有旅遊項目，加強精細化管理，優化服務供應。相關負責人都明確表示，會從豐富文旅產品供應、創新文旅消費場景、加強文旅市場治理呢3方面，去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文化同旅遊嘅多樣化需求。咁對而家消費者反映比較集中嘅唔合理低價團、強迫購物呢啲問題呢，仲有網絡上面嘅非法招攬、擺渡車、捆綁銷售呢啲突出問題，會持續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嚴格實行大型演出實名購票同實名入場，暢通群眾投訴渠道，為我哋廣大遊客提供一個暖心、舒心、放心嘅旅遊環境。喺5一假期前夕，文旅部相關負責人針對景區擺渡車路線設計唔科學、價格唔合理、排隊時間太長、服務態度差等問題，進行咗點名批評，並督促被點名嘅5A級旅遊景區要認真做好屬地集中整治工作。
龍虎山位於江西省鷹潭市西南20公里嘅地方，係世界自然遺產同國家5A 級景區。成個景區有200平方公里，包住52個景點。因為各個景點之間距離都幾遠，所以擺渡車就成為遊客方便出行嘅主要方式。之前我哋嘅擺渡車資源調配方面有冇明顯嘅短板？特別係高峰時段，觀光車輛應力唔夠，搞到遊客要排隊排好耐。針對呢個問題，最近我哋聯合咗多個部門一齊做整改。今年5·1期間，我哋通過提前預判客流高峰，精準部署應力，我哋調配咗190幾架車，有效嘅擴充咗接駁能力。遊客平靜等車時間降到10分鐘以內，核心景點排隊都穩定咗15分鐘左右，確保嘅秩序可控。之後我哋都會進一步完善長效營運管理機制，驅動景區服務保障常態化、制度化。除咗擺渡車，仲有黃牛炒門票。5·1期間，山西省�渾�源縣懸空子景區從朝早6點半開始售票，10個窗口從開賣到售罄，竟然都用唔到10分鐘。好多排隊嘅遊客都覺得非常可惜。請問你係幾點鐘過嚟排隊嘅呢？我排得太前，點知後尾就唔記得㗎。線上線下正規渠道都一票難求。但係網上就有人承諾可以幫人代買飛，原本100蚊一張孔飛要加價收200到230蚊，搞到遊客嘅旅遊體驗大打折扣。對此，懸空子景區管理方加強佢同公安機關同專業技術部門嘅聯動。5·1期間，截至4號，我哋已經攔截咗240幾個違規帳號。之後，我哋都會透過有關部門同喺網絡平台溝通，盡量屏蔽違規購票嘅貼紙。仲會安排人手做網絡巡查。景區服務不斷改進，景區以外嘅公共服務都加強咗。好多地方而家都將政府飯堂開放、企事業單位泊車位開放等服務變成常態。喺貴州銅仁江口縣，當地整合咗機關單位公共區域同景區嘅泊車資源，全部免費開放俾遊客用。喺江蘇揚州，除咗繼續開放機關企事業單位嘅停車場同政府飯堂之外，5·1假期期間，外地遊客只要憑本人身份證，仲可以免費搭市區巴士。而家越嚟越多人出去玩都願意為體驗俾錢，但係同時，無論係景區定城市，都能唔能夠提供到相應配套嘅體驗服務？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咩服務上嘅短板係需要加快去補足嘅呢？我哋繼續連線戴斌院長。戴院長咧，其實喺5·1之前呢，文旅部已經開過一個發佈會，講到要對景區服務質量展開集中整治，其中提到要提前點名預警整治。佢哋發放出嚟嘅係一種咩類型嘅監管信號呢？呢個情況意味住國家文化同旅遊主管部門對於廣大遊客嘅安全同埋品質嘅關注已經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度。我哋假期旅遊嘅發展唔可以淨係從目的地賺到幾多錢去考慮，仲要從遊客本身嘅體驗感、我哋安全生產保障等各方面去進行全面嘅統籌。所以我哋可以見到今次假期過咗之後，喺文化同旅遊部門嘅努力之下，加上社會各界大力協同同支持，遊客滿意度真係達到咗一個非常高、好高嘅滿意水平。你啱啱我哋都見到短片入邊提到嘅懸空子黃牛票嘅問題，呢個唔係一個獨立事件，佢唔係單一個案。其實呢個係比較典型，反映咗一個共通性嘅問題。其實咁多年嚟，我哋都一直喺度打擊黃牛，但你會發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哋都不斷進化。佢有冇更好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呢？我覺得有3個方面啦，一個就係技術層面嘅治理。我留意到咧，我哋喺懸空市場嗰陣咧，講到攔截咗238個違規帳號咧，其實背後咧就係用大數據技術去支撐佢。第二咧就係要通過我哋制度上嘅優化，好似我哋帳號預約嘅靚位分配問題，對於旅行團等等，佢嘅靚位分配、配額儲備呢啲問題咧，都已經擺咗上議事日程。雖然散客化咧係一個趨勢，
但係團隊旅遊依然係保障旅遊秩序嘅一個重要手段，要善用旅行社咁樣嘅制度安排。第三個呢，就係法律手段，對於擾亂市場秩序嘅行為，我哋完全可以引用民法、商法甚至刑法去進行有效治理。咁我哋啱啱睇完咗呢段短片入邊咧，其實仲有一個好值得大家關注嘅案例，就係前排咧喺四川一個探險公園入邊，不幸發生咗一單令人好痛心嘅遊客意外墮落，最終導致不幸身亡嘅嚴重事件。最後咧認定係企業生產安全責任事故。咁而家你會發現咧，越嚟越多後生遊客咧，佢哋願意去試下嘅高空探險咧，啲危險性比較高嘅項目。咁喺呢種情況下咧，對於提供服務、提供項目嘅呢啲企業嚟講，點樣先可以保障安全？有咩漏洞係而家即刻一定要補翻上？我覺得首先我哋真係要將生命高於景觀嘅安全，就喺旅遊嘅一切呢個觀念實實在在嘅樹立起嚟。我哋成日都會將嘅安全問題咧掛喺嘴邊，寫喺紙上，掛喺牆上，但就偏偏佢真正落實到實際行動。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咧，安全檢查同安全生產唔止係節假日要大檢查，平時都要加強檢查。第二個就係對於高空嘅，例如話懸崖嘅嘢啊、玻璃舞道啊，仲有啲移動式遊樂設施等等，都要嚴格執行國家強制性標準，應該維修就要維修，應該停產就要停產。所以咧，第二、第三個，我覺得要捉細節，例如話救生衣嘅問題，點解大家成日覺得好麻煩？我哋出去玩捉法嗰陣咧，總係覺得着救生衣好似好麻煩，就唔想住，甚至封件雨衣當救生衣咁着，咁樣都係佢自己條命嘅玩。所以我覺得，除咗要加強對遊客嘅引導之外，更加要壓實我哋市場主體嘅責任。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一啲，都只係幾個比較典型嘅案例，但係根據你哋專業研究同埋數據分析咧，你覺得今年5·1文旅市場所暴露出嚟嘅問題，具體係點樣睇呢？你覺得目前我哋最緊要、最優先去提升同埋改善嘅係啲咩呢？係安全問題。挺安全。佢呢個安全問題，我覺得雖然話今次5·1假期期間並冇發生過一啲特別重大嘅安全事故，或者引起大規模輿論事件，但係好似懸崖咁嘅墮落事件等等，都俾咗我哋一個警示，就係我哋如果真係想要徹底咁做到萬無一失，咁未來嘅路其實仲非常之遙遠。單位長我哋再睇下啦，因為一直都講緊增量，我哋而家係穩步提升緊。不過增量其實只係一個過程，最重要都係要提升質素。等每一個出行嘅人，我好唔容易先可以出去玩一次都玩得舒服，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接住落嚟，要補足啲係咩呢？我覺得首先第一點要調整嘅係，其實係我哋發展理念上面嘅問題。我哋有一段時間太過強調旅遊發展對消費嘅帶動、對經濟增長嘅推動，即係太着重嘅經濟性、功能性嗰一面。但係同時我哋都要關注埋其他方面。旅遊嘅發展呢，其實係為咗等人佢可以養心志、育清超、舒緩社會情緒。即係話旅遊發展唔可以淨係由目的地嘅角度去睇，仲要由客源地嘅角度去考慮。每一個人都有享受旅遊同休閒嘅權利。只有當我哋嘅旅遊目的地可以變成主客共享美好生活嘅新空間，咁我哋各項指標，特別係品質提升嘅指標，先至可以真正有保障。雖然我哋成日講觀念、講理念，覺得好似有咁虛，但係如果觀念同理念嘅問題唔解決，你有幾多制度標準，最後都落唔到實處。多謝，好嘅，多謝戴院長。啱啱我哋講到，其實每一個假期對各地嚟講咧，都係一次文旅市場嘅考驗。呢個既係一次嚴峻嘅大考，但係同時咧，亦都係一次難得嘅發展機遇。因為一方面咧，城市咧必須要具備足夠嘅能力去守住底線，而與此同時咧，又要有實力咧去接得住龐大嘅流量。
如果能夠牢牢咁把握住呢一次機會咧，其實好多城市都可以利用呢種井噴式嘅旅遊市場，推動自身嘅發展，甚至係實現質嘅飛躍啦。非常多謝各位嘅收睇啦，我哋下次再見。